華懋新樓盤如意，無形可以見到地下設有餐廳，樓上一層設有健身室。如意291尺1房嘅示範單位，門口左邊櫃設有智能無線手機充電裝置。客飯廳長度長達6米，開放式廚房設有窗戶，微波爐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、煮食爐、洗衣機一應俱全。洗手間設有智能鏡櫃、乾濕分離。主人房都十分闊落。除咗交樓標準，我哋嚟睇睇一間有裝修嘅示範單位。客廳同主人房之間冇咗實體牆，望落會更加寬闊。而洗手間企缸改咗做浴缸。